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行優之微講下錶。今日揾到另外一隻錶王介紹俾大家，就係江詩丹頓嘅經典招牌款 Overseas 中環四海。呢隻錶係33mm 嘅錶徑，全鋼帶，蝴蝶保險扣，一圈鑽石，藍色錶面，夜光針、夜光字，有日曆，石英機芯。33mm 嘅錶徑，知道個錶迷都知道呢個款以前係炒到飛起嘅。依家行優錶行唔使炒不特止，仲有些少嘅折扣。咁佢有兩個唔同嘅金屬，一個係全鋼，一個係18K 玫瑰金，有些少嘅折扣。全鋼呢隻定價15萬，依家優惠價13萬8，唔使炒，仲有折扣。玫瑰金原價係43萬8，依家優惠價34萬5千蚊。而另外一隻亦都係我哋行優最多嘅 Franck Muller 18K 玫瑰金，一圈鑽石，採用 Franck Muller 獨有嘅彩色字樣 Color Dream， 中間亦都有個 FM 嘅 logo， 亦都係鑲咗鑽石，透明底，自動，全球限量88隻。呢個錶嘅 size 係32×45mm， 大家唔好以為呢個 Color Dream 呢啲彩字係就咁寫上去，佢係用好多唔同嘅工序，上完色再燒，上完色再燒，個工序係類似一個陶瓷錶面，配白色嘅鱷魚皮帶，18K 玫瑰金針扣亦都係鑲咗石嘅。呢個 size 比較中性，男女都戴得，而且係全球限量88隻，原價係26萬，依家超級優惠價9萬3600。而另外一款亦都係 Franck Muller 嘅女士 18K 白金，錶殼雙3行鑽石，滿天星面，藍鋼針、藍鋼字，6點位有藍鋼嘅小秒針，手動上鏈機芯。而呢個錶嘅 size 係29×39mm， 適合女士佩戴。呢個錶嘅定價係46萬9，依家有個超級優惠價16萬8800。有興趣嘅錶迷可以 WhatsApp 我哋61279284，或者親臨尖東富豪酒店行優錶行睇下實物，試下戴，或者同我哋傾傾。多謝大家。